最近睇完新聞透視個心真係幾唔舒服。報道入面好多港大、中大嘅畢業生投咗200幾封信，結果全部石沉大海。我想問下喺熒幕前面嘅你，係咪仲以為只要努力就有回報，只要攞住名校沙紙就一定引到好工？我想話你聽，喺2026年，職場最殘酷嘅唔係裁員，而係僱主最想炒嘅，偏偏就係呢種仲係迷信勤力同埋高學歷嘅人。大家好，我係投行爸爸。喺 iBank 咁多年，我明白 AI 嘅改變真係嚟得好急促。我亦知道勤力加學歷係好多家長或者年輕人一直深信嘅價值。可惜事實係，當你而家最自豪嘅仲係勤力，做啲 AI 已經0.1秒就做完嘅嘢，仲更加比你準。呢一刻你對公司嚟講咗咩價值呢？由 Meta 嘅朱克伯格提倡公司嘅職級要扁平化，到 AI 巨頭 Anthropic 預告5年內一半嘅初級職位將會消失。甚至連大行摩根士丹利都直接承認 AI 嘅速度同準確度遠勝人類。仲有最近連匯豐 HSBC 都傳出因為 AI 轉型，正考慮裁減2萬人。咁我想問下你，如果你仲係迷信勤力，恃住自己好叻寫 code 對數揼 Excel 或者執 PowerPoint， 你根本唔係返緊工，你係喺度為自己嘅事業進行自殺式倒數。今日我唔係要教你點樣考好呢場試，我要用投行嘅底層邏輯教你直接重新定義遊戲規則。點解 Junior 係 AI 時代最大嘅輸家？因為公司已經唔再需要執行者，高盛錄取率依家連1%都冇，唔係競爭大咗，係需求真係低咗。你諗下，以前要一個 Senior 帶住5個 Junior 做嘅對數寫 code， 依家個 Senior 同埋請個 Junior 用 AI 幾秒搞掂。以前老細請你返嚟係做零件，但當零件已經變咗免費，你話仲值幾多錢？ Financial Times 同高盛報告指出，金融同法律係 AI 嘅最高風險區，但睇清楚，職位冇消失，只係轉移咗。Accenture 同 PwC 指出，市場瘋狂爭奪嘅係 Orchestrator 協調者。簡單嚟講，銀行唔需要識搬磚嘅人，佢哋要嘅係識得指揮機器人搬磚嘅建築師。各位，既然而家各大公司都已經改咗遊戲規則，仲有相信童話故事嘅人，當然會係最快被踢落車。想知道自己係咪喺安全區？3種最快被淘汰嘅人，睇下你有冇份。第一種 data 搬運工，以前做一個 deal 要5個 analyst 執數揼 PowerPoint， 依家我一個識用 AI 嘅 VP 帶一個 intern 就搞掂。你話嗰剩翻嗰4個位去咗邊？喺經濟學入面，當低水平勤奮供過於求，你想靠勤力嚟維持身價，呢個係最典型嘅死路一條。第二種 SOP 盲從者，好多人每日返工就係等指令攞 template， 呢種叫避難趨易，利用體力勞動去掩飾戰略思維嘅懶惰。當 AI 係全世界最聽話嘅員工，如果你嘅價值只係聽話，咁我直接用 AI 就得啦，點解要出糧俾你呢部人肉影印機呢？第三種 AI 拒絕者，唔用 AI 嘅人產出低10倍。好多人係因為知識嘅傲慢，覺得 AI 唔夠專業。但我話你知 ，AI 識俾好答案，但佢唔識問好問題。如果你唔識駕馭 AI，你就變成喺銀行賬簿上面嘅負資產。想反敗為勝，你就要掌握以下投行最值錢嘅3個思維。第一 ，First Principle， 第一性原理，唔好做答案機器，要做邏輯建築師。舉個實戰面試題，面試官問你點樣幫珍珠奶茶店增加利潤，普通 Junior 只會答派傳單搞買1送1。佢哋假設咗人流就等於生意。一個具備 First Principle 思維嘅人會直接挑戰成本。假設其實係咪仲需要開喺一線旺鋪呢？當70%訂單嚟自外賣平台，我嘅建議係搬去租金平一半嘅2線鋪，轉型做虛擬廚房，只做外賣。記住，答案係 AI 俾嘅，但問啱嘅問題先至係你嘅價值。第二 ，Adaptability， 問題設計師，唔好做聽話嘅執行者，要做設計問題嘅人。例如之前全世界開始講環保 ESG， 要求公司減少碳排放，大部分嘅人會等老細落指令，叫 AI 執份靚 report 出嚟就算。但協調者會質疑，如果出年政府加碳稅，我哋依家呢套採購規則仲成唔成立？真正嘅 adaptability 係你要有嗰種洞察力去挑戰現狀。當其他人仲喺度研究點樣叫 AI 執靚份 report 嘅時候，
你已經利用 AI 模擬咗3種極端情況，並寫好晒 action plan 擺喺老細台面。你唔係跟住變化行，你係喺度主導緊變化。記住，你嘅身價係由你識得質疑舊系統、問啱關鍵問題嗰一刻開始計起。第3點 ，creative dissident， 創新破局者。以前好多創新的 idea 因為試錯成本太高，冇辦法付諸實行。但依家 AI 已經將試錯成本降到0，普通人最多只會問有乜嘢可以用 AI 幫手。咁樣諗，你最多只能諗到1、2個優化方法。但係如果你想將思維升級，你要學識完全反轉去理解成個問題。你要問嘅係而家嘅所有流程座裏面有乜嘢係一定要人手做，絕對唔可以用 AI 嘅。當你咁樣調轉問，你會發現成個流程有無數用到 AI 嘅新 ideas。當成隊人都盲目相信 AI 俾出嚟嘅數據，你主動企出嚟質疑模型嘅漏洞，提出一個反傳統但更安全嘅決策，你先係贏家。你要利用 AI 嘅快去幫你騰出空間，去做 AI 難以做到嘅深。講咗咁多，我想大家記住，2026年勤力已經唔再係護城河，學歷亦唔再係保險。我哋正經歷一場由執行者到領航員嘅大清洗。如果你仲係追求標準答案，你只會被 AI 淹沒。但如果你學識用 first principle 拆解本質，用 adaptability 定義問題，用 creative dissident 逆向思維去創造價值，你會發現 AI 唔係對手，而係你最強嘅副駕駛。好多人會問，點樣先可以唔被 AI 取代？我嘅話，停止追求正確答案，轉為追求決策權。我知依家做學生或者家長壓力真係好大，面對一個隨時取代你嘅 AI 係會抖唔到氣。但係我深信 AI 嘅出現係一個契機，將人類由重複枯燥嘅苦工入面解放出嚟。你終於唔再需要做一部機器，你可以做返一個有靈魂、有深度、有火嘅人。仲有，你要明白 AI 可以幫公司諗1000個方案，但公司永遠需要一個人去做決定，去承擔責任。無論係做最後嘅 sanity check 定係處理複雜嘅倫理道德，依最後1公里嘅判斷 AI 永遠代入唔到。而呢個亦係人類喺 AI 時代最核心嘅價值。記住， AI 贏在速度，你贏在深度。呢條路唔易行，但我會陪住大家一齊成長。最後我想留一個問題俾大家，當 AI 幫你做晒所有工作嘅時候，你自己仲有咩無法取代嘅價值呢？留言話我聽你嘅諗法，我會親自睇。我係頭媽爸，我哋下次見。